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创世纪18章16节到33节，马太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怜悯的主。有一些基督徒喜欢说旧约的上帝非常的严格，很残忍，新约的耶稣基督是慈爱的，这完全是不了解圣经，误解圣经，或是我们说以个人的情绪将圣经呢二元化了。那么拒绝旧约呢，就等于是拒绝耶稣基督。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他一再强调的，他在上帝的里面，上帝在他的里面。另外我们经常引用的大使命也提醒我们，为人洗礼呢，是要让他们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是的，我们知道上帝会照着人的行为来判断，但是呢，上帝仍然是那一位约拿口中的一个怜悯的上帝啊。约拿这样说：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富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灾所说的灾。这是另外在创世纪18章16节到33节记载了上帝离开亚伯兰拉罕那边之后，要去所多玛来惩罚那罪恶之城的时候，亚伯兰为其中的义人们来求情，上帝也以怜悯的心来回应亚伯拉罕。圣经这样记载，他说后来这些人离开那里，到了一个可以俯视所多玛的地方，亚伯拉罕也跟着他们走，送他们一段路。上主心里想，我不要向亚伯拉罕隐瞒我要做的事，他的后代将成为强大的国家，我也要借着他赐福给万国。我拣选他，是要他指示他的儿子和后代来服从我，主持公道，伸张正义，这样我就实现对。于是上主对亚伯拉罕说：我听到许多指控所多玛、蛾摩拉的话，他们恶贯满盈，我一定要下去看看所听到的控诉是不是确实。那两个人离开那里，往所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然留在上主的面前。亚伯拉罕上前对上主说：你真的要把无辜者和有罪的人一起消灭吗？如果城里面有50个无辜的人，你还要消灭全城吗？不会为了救这50个人而饶恕这个城吗？你一定不会把无辜者跟有罪的人一起杀掉，一定不会。你那样做，无辜者就跟有罪的人一起受罚了。一定不会。世界的审判者一定是公正的。上主回答说：如果我在所多玛找到50个无辜的人，我就为了他们来饶恕这个城。亚伯拉罕又说：我主啊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，求你容我大胆地向你请求。也许城里只有45个无辜的人，你会因为少了5个而毁灭全城吗？上主回答：如果能够找到45个无辜的人，我也不毁灭这城。亚伯拉罕又说：假使只有40个人呢？他回答：要是能够找到40个，我也不毁灭这城。亚伯拉罕说：我主啊，请不要生气，我要继续求你。假使只有30个呢？他回答：要是能够找到30个，
我也不毁灭这城。亚伯拉罕说：我主啊，求你容我大胆的继续求你，假使只找到20个呢？他回答：要是能够找到20个，我也不毁灭这城。最后亚伯兰又说：我的主啊，请你不要生气，容我再求一次，如果只找到10个呢？他回答：即使只有10个，我也不毁灭这城。上主与亚伯拉罕说完话就走，亚伯拉罕也回家去了。新约福音书马太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记载了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在安息日的时候，经过了一处麦田，因为肚子饿了，就摘取麦穗来吃。此举却引来法利赛派的人的批评。耶稣回答他们的话，除了当中提到了大卫在逃亡的途中，跟他的跟随者因为饥饿而得着了祭司的饼来食用。耶稣基督他特别引用了旧约的圣经的经文，提到我爱怜悯，我不爱祭祀。经文这样说道：不久以后，耶稣在一个安息日经过了麦田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摘了一些麦穗来吃。有些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对耶稣说：你看，你的门徒做了在安息日不准做的事。耶稣回答：大卫和他的随从在饥饿的时候做了什么？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走进上帝的居所，他跟他的随从吃了献给上帝的供饼，那是违法的，因为那种饼只有给祭司才能够吃。难道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法律所记载的，每逢安息日，祭司在圣殿里都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？可是他们不算犯罪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比圣殿更重要的事。圣经上说，我要的是仁慈，不是生祭。如果你们真正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你们就不会把无辜的人定罪，因为人子是以安息日的主。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慈爱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拯救我，我就能够回答侮辱我的人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话。求你使我能时时的讲述真理，因为我的希望在乎你的法则。我要继续遵行你的法律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我遵守你的教导。我要向君王宣讲你的命令，我不以此为耻。我以遵行你的命令为乐，因为我喜爱它。我尊重并喜爱你的诫命，我要思想你的教诲。感谢慈爱的上主赐下你的怜悯的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跟你的义来同行，成为你眼中看为宝贝的子民。求主使用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